大家有冇諗過，廣東話入邊部分有音無字嘅字詞，有可能唔係因為本字流失，而係因為佢哋本來就唔係嚟自漢語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古百粵語的殘留，粵語嘅狀動底層詞。就主流學界嘅觀點而言，我哋講嘅廣東話係粵語嘅一種，而粵語就屬於漢藏語系入邊嘅漢語族。但係同時，粵語母語者所在嘅廣東、廣西等地喺漢文化南下之前係百越人嘅地盤，而百越人喺當時所使用嘅語言就被認為係屬於藏動語族嘅，亦即係而家廣西嘅藏語同埋泰國嘅泰語等等所屬嘅語族。粵語母語者大部分祖先都係百越人，令到粵語至今仍然保留咗一定數量嘅藏動語底層詞，即係古百越人喺漢化之後改用嶺南嘅中古漢語，同時將部分古百越語嘅詞彙帶咗入去，就變咗我哋而家成日用嘅粵語底層詞啦。呢啲詞彙喺漢語入邊未必有對應嘅字，形成有音無字，使用三僻字或者係字義對唔上詞義嘅現象。今日就等我哋介紹幾個藏動語嘅詞彙，同埋佢哋喺藏語同埋泰語入邊相對應嘅詞語啦。首先係名詞，蛤乸嘅蛤對應翻藏語嘅谷同埋泰語嘅谷，意思係青蛙。蚺蛇尖嘅蚺對應翻藏語嘅卵同埋泰語嘅卵，意思係巨蟒。蝦公嘅蝦就當然係漢原詞啦，不過公就唔係雄性咁解，而係藏動語嘅蝦，即係藏語嘅管同埋泰語嘅官，所以算係漢藏動嘅混合詞。泰國名菜冬蔭功湯，其中嗰個功就係蝦公嘅功，冬蔭功意思係酸辣蝦湯。大涼崩沙嘅崩沙同埋崩沙腩嘅崩沙，其實係蝴蝶咁解，喺藏語係蒙蛙，喺泰語就係皮色。然後到動詞，大步攬過嘅攬對應翻藏語嘅堪同埋泰語嘅堪，意思係跨過。毛管戙戙高腳嗰個戙對應翻藏語嘅登同埋泰語嘅登，意思係立起。那着呢個那對應翻藏語嘅那同埋泰語嘅熱，意思係熱。形容詞而言，戇鳩嘅戇對應翻藏語嘅同埋泰語嘅意思係蠢啊。軟腍腍個腍對應翻藏語嘅同埋泰語嘅意思係軟。除咗詞彙之外，藏動語喺音韻或者係文化上面又有冇影響到粵語嘅呢？呢個就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